今次都幾有挑戰性嘅，因為有啲歌就要可能同啲舊歌頭一半係陳百強嗰隻有了你，之後我要寫戲裏邊係阿康作嘅旋律出嚟，咁就我哋出到嚟首歌寫完出嚟，我自己又好中意，阿康自己又好中意啦。咁仲有一首歌好得意嘅就係因為佢講佢係80、90年代嘅巨星嚟㗎嘛，咁我哋要寫一首好有80、90年代嘅流行曲嘅歌嘅 feel 嘅歌。咁但係嗰首歌雖然聽落感覺老土啊，但係真係我覺得寫得幾好聽。沉默地一再徒言完，不必講都知道，在你心中盡是破損。言文匆匆一剎太短，終於都要說穿殘酷的意願。因為戲裏邊咧就要講阿康教佢嘅學生，要將呢首咁老土嘅歌，但係用一個好現代嘅方法去唱。討厭我溫柔如從前的觸摸，分開走我會更寂寞，只能沉迷從軍經過。若然你試過喜歡我，暫時也試捉緊我，暫借半分鐘，我可想清楚，將失去什麼。